伊针对着大问题，搁来开羁押庭。这高等法院的裁定书一直出现朱阿虎这个名。朱阿虎是威景集团的子公司鼎越开发的董事长。讲检方掌握到伊甲台北市议员严小薇对话记录，嘛掌握到沈庆京甲请的目的，也就是讲朱阿虎嘛是这个案件的关键。另外，台北市议员钟小平搁来压料，讲伊怀疑郭文泰所买的迄间办公室的厝主，就是金华城的董事长陈玉坤。威景集团的子公司鼎越开发董事长朱阿虎进前和检方约谈，要调查讲郭文泰用4300万买一间办公室的代志。即马朱阿虎的名嘛出现伫高院撤销裁定的内容内底，敢若嘛是关键人。即摆高等法院的裁定书有3大重点，甲朱阿虎有关系，包括进前的口径，敢有提供检方新的事证。另外，检方有掌握到朱阿虎甲台北市议员应晓薇有过对话记录，看起来敢若甲金华城案件甲商办大楼存在关联。另外，高院嘛讲到，参考朱阿虎是安怎会好审克警请的目的，拢变成发挥北院的重点。过来，台北市议员钟小平进前出现伫北检，要提供重要的情报。陈先要全家出国，还记不记得讲过这话？规章厚厚在台湾没有，而且还把这个房子继承给他儿子继承了。柯文哲说谎就加深我们的疑虑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房子哈，那我就把这些情资哈，说请他查这个陈先是陈玉坤吗？还是金华城的某诚信员工？那查看是怎么回事？济南路这栋商办大楼，钟小平质疑讲背后的厝主可能根本不是像郭文泰所讲的规划要移民，加上朱阿虎做审克警子公司的董事长，安尼甲串联起来，商办大楼甲金华城案件相并的关系人，这个案件敢若拢有关系。朱阿虎敢有可能变成郭文泰羁押庭的关键？双方将继续展开攻防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